老師好，呢個就係我今次要介紹嘅我嘅作品，佢個名就係叫《情感嘅漩渦》。一開始嘅時候，我係想一個少女喺度祈禱，然之後佢被佢嘅父母包圍住。畫呢幅畫嘅原因就係我上網嘅時候睇到咗色彩心理學，咁知道咗顏色同埋情緒之間存在一定嘅關聯，我就想通過色彩、筆觸、形象等嘅元素去構建出一個情感嘅漩渦，讓睇到呢幅畫嘅人可以感受到其中存在嘅複雜嘅情緒。少女嘅面部被顏料肆意嘅覆蓋，五官模糊不清，呢個處理方法就喺度暗示咗人喺複雜嘅情緒衝擊下內心世界嘅破碎。少女浮喺顏色鮮豔嘅海洋中，如同內心積極同埋消極情緒嘅激烈交鋒，展出情感嘅複雜同埋矛盾。喺畫面中間，少女嘅頸部被我黐上咗紅色嘅紅繩，代表住窒息、不安、焦慮嘅情緒一直喺少女嘅心中。我認為睇呢幅畫嘅人都會感受到唔同複雜嘅情緒，因為每一個人嘅經歷都有所不同。希望呢幅畫可以引發你哋對內心世界嘅深度思考。感謝你哋嘅觀看。